台北国际航太界国防工业展览会已经让4年伫明仔载要开幕咯。这届国防馆展示各路韩国军的武器装备，主要是无人机应用。中科院一届就展览11架无人机，这其中有5架是攻击无人机，而且也头一届公开当咧研发当中的巡飞弹自行攻击无人机。这款无人机咧，会将随时挂伫咧发射车，随时来做支援。 国产的天云无人机踩伫场馆的中，变作全场的焦点。继4档台北国际航太和国防工业展览会14开始是连续展3天，有真侪国内外厂商来参加。其中国防部规划5大专区，展真侪国产的武器和装备，嘛对俄罗战争来看无人机的影响力。中科院展11台正在研发和导入部队使用的无人机，有5台是攻击无人机。我们这个发射箱可以。 船上或者是我们的飞行器上面都可以吸挂，人可以操控。以台湾经啊岛巡飞弹1型做基础去改的巡飞弹2型无人机，有更较强大的火力，会当配合车载式的发射车，一摆载3台的无人机来做机动部署。未来可能载天云无人机直升机去投射。另外，2型无人机会当底场起降和自动起降。国外关心当时量产，中科院讲，特别来到战术来测评。 这摆国防馆嘛，第一摆展永盈号的飞行模拟机，结合战场的情资，帮助官兵模拟战场的操作。另外，红叫做是台版更贴近的外骨系统，强化官兵的筋马耐力，会当到搬弹药等等。那基本上我们透过更换电池的方式，系统不断电，其实我的系统可以持续的运用。所以基本上，透过这样长时间的更换，基本上也是理论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。 中国加大绕台的力量，国防部13发布讲，是超过35台强机出海，有28台是超过海峡中线、烟春线入来到西南方向，一个战机经过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和山东河做海空联合。我们是没有稍微的松懈。 以料敌从宽的态度去掌握整体的状况。国防部嘛公布，海军的基隆舰最近是监控山东河，表示讲7月到9月是强军演训的高峰期，国军会继续掌握强军的动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